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2月9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人何时才会知足？我们要读以斯帖记5章10到13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：人的劳碌都为口腹，心里却不知足。传道书6章7节。我很喜欢《永恒的答问》这首诗歌，它的歌词在提醒我们人的内心到底何时才能够被满足？歌词它的前半段是这样写：在世上有多少欢笑，能使你快乐永久？试问谁能支配将来，永远不必担忧？名和利哪天才足够，能够使你满足永久呢？试问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？人世间变幻，无穷变幻，今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。弟兄姐妹，你认同吗？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段的歌词好像是哈曼人生的写照。哈曼虽然并不清楚王后为什么突然邀请他赴宴，而且是连续2次，但是被王后邀请，而且除了王之外，他是唯一获邀的大臣，显然是荣幸之至啊！相信他走路都有风叫咩扑开那样。宴会结束之后，他兴冲冲的离开宫廷要回家，在回家路过朝门的时候碰到末底改，末底改竟然对他无动于衷，不但没有站起来跪拜，甚至连身体动也不动。末底改的不敬让他败兴而归，取而代之的是万分的恼怒和仇恨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快乐快快不乐嘛，对。哈曼回家后，他请了他的朋友和他的太太来，向他们埋怨末底改，数落末底改。在他抱怨末底改之前，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描述，强调自己多有财富、地位、权势的不凡。他先提到自己能够享受荣华富贵。我们从第3章里面可以得知，哈曼此言不假。他曾经答应亚哈水鲁王要捐出1万他连得的银子，可见他的财富富可敌国啊！他捐1万他连得，你知道多少吗？是超过就是国库1年收入的2/3。哈曼提到王使他尊大，提升他高过其他官长及臣仆，甚至命令众仆人众臣看见哈曼必须跪拜。3章10节，王还将他的戒指借给哈曼，可见哈曼的权势仅次于亚哈水鲁王。最后，王后以斯帖只邀请他和王参加他所举办的宴席，这是何等的荣幸！但是当哈曼数算他所拥有的丰富与尊荣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真的是欢畅无比但是呢，一提到一个人末底改，就破功了他的内心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。5章13节是一个描述人心的空虚与不足不满足，
让我们看到物质世界的富足和尊荣没有办法真正填满人内心的虚空。哈曼说出了他内心真实的感受。当他看到末底改坐在朝门前，他表示这一切欢乐都与他无益了，不了了去哦。单单一个末底改的存在，就能够使挪去他心中骄傲的快乐。只要有末底改，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使他满足。然而，他的高傲与虚荣，都可能即使他完全铲除所有的犹大人之后，可能仍然无法使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满足。让我们来思想，在你的心中有存在着像哈曼心中这样的一个末底改吗？看见就生气，看见就觉得心不知足不满足，想要把它除掉。到底谁才能够让我们觉得心满意足呢？诗篇的作者亚萨告诉我们，满足他的唯有上帝。他说，除你之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既有了你，在地上我还要谁呢？我的身心会衰败，但上帝是我的力量，永远是我所需要的一切。而大卫在诗篇16篇，他也说到，能够满足他的是耶和华上帝。他说，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是大卫他表达他生命的满足感，是因为有神的同在。我们来思想，哈曼虽然拥有权势、财富、地位和尊荣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些并不能满足他内心，不能够使他知足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什么才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满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，只有你能够满足我心中的渴望。感谢你赏赐给我一切美好的事物，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因为你若在我的身边，我必不致动摇。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我要说，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我有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我恳求你所赐的圣灵来坚固我的心，让我不骄傲，不贪婪，能够在任何的境遇当中，使我心存感恩及拥有满足知足的心。谢谢主，谢谢主的同在，谢谢主的赏赐，谢谢主随时的提醒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喜乐，健康蒙福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